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外包的厂商200吨的人行绿桥施工，拆落来的路顶的基座就放伫路边，害暗时出门运动的陈小姐踢到脚肚正空，流真侪血。市议员痛骂这个建设局无做好着监督的责任，都参市长罗秀燕为着拼反罢免，拢来请假投入着府选，市政拢袂管咯。 陈小姐正边的脚裆着伤，搁包药水布，行路就会疼，搁摆摆。啊，那伊的伤势是袂轻，脚腿的皮拢互掀开，拢看到内底的肉嘛流袂少血，就是这该害甲遮凄惨，放伫咧人行道顶的顶个基座。超夸张，因为它都没有围起来。 对，连三角锥都没有。陈小姐讲，昨暗时8点外，伊出门运动，经过这个人行道的时，因为天暗，就无看到顶个基座放伫咧路边，伊正边的脚裆就弄到基座，当场就流血流地。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承包商他打来跟我说，那个不是他们的。代志发生伫咧北屯区商店5路这座桥顶，甲人挂重伤的基座已经刷走。啊，那发包施工的主管单位是建设局，市议员就骂讲，建设局无做好监督厂商的责任，就连市长罗秀燕嘛甲市政放咧，请2天的假，去替伊的子弟兵立委重返罢免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来我们台中市政府？什么时候才要回归我们的市政？和民进党团骂讲，为着反罢请假无顾市政，罗秀燕再补出席市政的活动嘛无回应。罢免投票伫剩2天，罢团积极办活动，宣传罢免投票。19伫咧文心新民公园办亲子活动，带囡仔唱歌跳舞，囡仔人嘛拢在咧跳。不过详细听歌词的内容，唔是囡仔歌。再来是什么？歌词的内容红改做宣传罢免投票，就连亲强奥义拢写入去。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话，我应该也不会让他去参加这样子罢免性的活动，就让小朋友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或不一样的观念。有民众认为无妥当，嘛有人认为自细汉接触无共的观念，嘛是公民权益。这场大罢免的行动，罢团出招，就连囡仔歌拢改做是罢免歌词，互国民党有危机意识，互上高的带头罗秀燕嘛就要请假来应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